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30，旧历的3月26，礼拜二。今仔日真热，这个南部甚至来到36度。中央气象局的统计，今年是72年来上热的春天。明仔载开始就进入到梅雨季，要开始落黄霜雨了。天气无稳定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北台湾上高温阁会落7度。乡亲要出门爱扎雨伞。 日头非常炎，天气真热，民众穿短袜甲短裤，全台气温普遍拢真悬，南部甚至有36度。不过，这款的好天气马上就要结束。气象局预测，梅雨季报道，第一道方面，拜三开始落雨，北部高温会落7度。 预估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和东北部地区会有下阵雨或雷雨的机会。这道锋面是移动性的，预估星期四、星期五的时候会南移到我们南边的巴士海峡，所以星期四、星期五的时候，在天气方面，中南部地区会比较不稳定。来看今年春天2月到4月，台湾的平均温度明显偏热，创下72冬来上温暖的春季纪录。刷来梅雨季爱注意，落雨时间集中，强度嘛较强。 目前呢，印度洋有一个气旋在发展，那我们也从过去的案例也可以看得到，在孟加拉湾有气旋在发展的时候，通常是有利于东亚季风的建立的，尤其是呢，当西南季风建立又有锋面下来，就容易呢会有强降雨的情势会发生的。 气象局嘛宣布，对今年梅雨季开始发生大规模或者是较激烈的连续雨雨，会比照风台提供各县市未来24小时、甲未来3天总雨量的预报，每3小时更新一改，要让民众更加会当即时掌握上新的动态。